我有个办法，我那儿有个戏班子，其实可以让您的那些人全都扮上，让他们画上脸，贴上片子，而且全都扮成女的，都是那个丑婆娘、疯丫头什么的，跟戏班子一块儿，没准就能混出去。我说错了。哎，不是你错了，是朕错了，而且是大错特错。躲躲藏藏、偷偷摸摸的干什么？在做贼吗？朕真的沦落到做贼的地步了吗？朕还是皇帝，受天命祭大统，金殿宣诏，朕乃社稷之主啊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朕不过是看上了几个得力的人，居然还要像做贼一样躲躲闪闪的，居然还要画上脸、贴上片子，扮成丑婆子才能混出城，可笑，可笑！不用躲，也不用藏，朕给你一柄尚方宝剑。别！把你广乐园的门给朕开得大大的，从现在起，谁敢进去，你给朕杀谁！皇上，那不就等于什么？听明白没有？我剑法一般般，用不着你的剑法，朕不过是想用几个人，别说都是清廉忠勇之臣，就是贩夫走卒，朕只要看上了，也能让他出将入相。传旨，乾清宫叫大请儿，朕要明呼直令，将这些人检委要职，提拔任用。请主子三思而行。主子？照这样下去，朕还是主子吗？朕还是主子吗？你们不用再劝朕了，朕三思已久。以此为端，朕就是要翻一翻这个盘子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就必须想好下一步。下一步？哼，那就等着瞧吧。我倒要看看谁敢造这个反。和珅恐怕不乏阴阴的手段。康熙爷能杀鳌拜，我就不能杀他和珅？朕也该有个出头之日了。照这样下去，国将不国。可是太上皇那儿咱怎么交代？和珅的朕是龙种，他是奴才，除非想把大清的江山改行他的钮钴禄。皇阿玛再糊涂，也掂得出这个分量。你们给我做好准备，宣旨之后，老老实实则已。谁要是敢当庭作对，我就让他万劫不复。查到什么了吗？偷运的楠木很大一部分被送进了京城，很有可能会牵扯到河中堂。没有关系，你们沾杆处查到谁都可以。有线索说，和珅在他的书春园里盖了一座楠木殿。不奇怪，你就放心的去查吧，只将朕一个人密奏。命浙总督朱圭上了密折，向怀章又有一船楠木进了运河。你继续跟进，探清来路，不用动手。
当时拿着鞭子。怎么了？皇上要杀人了。杀谁呀？杀和珅。杀和珅？龙颜大怒啊！什么叫做龙颜大怒？这回我算是见着了。我告诉你，皇上发火跟一般人就是不一样。皇上都说什么了？皇上说大清江山扭轱辘什么，反正我也没听懂。但皇上这次真的是急眼了，明天乾清宫叫大起儿，弄不好要动手。嘿，这会儿有热闹看来。你们看东西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尚方宝剑。尚方宝剑？真的？这可不是唱戏，这可是真的。不会是让你动手杀和珅吧？我有那么大本事吗？那是他们家的事儿。反正这次我要是再手软，我赵三发3个字倒过来写。你想干什么呀？你忘了谁给你弄了一身伤了呀？刘景山。反正到时候他们管他们，他们动他们的手啊！只要一声令下，我就直奔着姓柳的王八蛋而去。哎，这也是皇上的旨意啊！这是我自己的旨意。哎，你小心点儿，你别砍着自己。我让你闻闻啊，这是明前的清茶啊，怎么样？中堂，军门，内廷传谕，明天乾清宫叫大起儿，京城正4品以上要全到。什么事儿啊？不知道。好大的动静儿！太上皇跟你打过招呼没有。这皇上他究竟想干什么？嗨，可能是冷板凳子坐久了，要过当主子的瘾呗。不会有什么变故吧？我最近总有一些不太平的味道。你别忘了，太上皇还在养心殿住着呢。这位儿皇帝要想自行其道，包揽朝政，我答应他，太上皇也不答应他呀。真要是有脓包，捅破了也好。不就是叫个大气儿吗？人去了就知道。你跑到哪儿去了？石格格差点派人去找你。我想起来一些事情。什么事情啊？我正在经手一起楠木案。楠木？楠木是干什么用的？这里是和珅府。我正要来此地。你干嘛去？我要找一个园子。哎，那园子叫什么？好了好了，你快躺下吧。你吃的药力很猛，是以毒攻毒的方子，吃了以后头脑会有些不清楚，所以太医才让你静养啊。躺下吧，躺下吧。舒春园，就是在那舒春园里，有一座楠木殿。好好好，楠木殿就楠木殿，你听我说，不管什么殿，都等你病好了以后咱们再去看，好不好？躺下吧。石公主，阿魏回来了，没头没脑的净说些胡话，可能是药力的关系吧。药还有几剂？这个方子还有3剂。我看你还是亲自去看看吧，煎好了让人送来。
你想起什么了？楠木店在园子里。你是说，楠木店在舒春园里？你听谁说的？谁，娘子何时召唤？把门关上。你怎么了？坐吧。中堂在西郊的舒春园，你去过吗？舒春园？不常去。阿妈不让我随便逛园子，说是消磨意志。那你知不知道那里？什么？你这是怎么了？咱俩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知不知道那里有个楠木店？楠木店？怎么可能啊！善用楠木，那是伪祖制的大逆之罪呀！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，有没有都告诉我。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？你想办法打听清楚就是了。你不要说是我问的。不是你这是……你别问了，我们是夫妻，我做什么都是为你好。大人，文武官员都进去了吗？已经在殿上候了小半个时辰了。有旨意，今天乾清宫内外各级守卫全部撤换。遵旨。撤。走。等等我！我来晚了吗？你来干啥？不叫大巧吗？你不够4品不能上殿。不够4品没关系，银蛤蟆4两利，我来凑把手。这事儿前前后后我都出过立过功的，这么大事儿我得在啊。你就跟着他们吧。诸位，跟上，快！放旨换岗。军民，你往外面看看。气氛有些不对呀，门口的侍卫全换人了。今儿个叫大旗儿，太上皇知道吗？该不会是鸿门宴吧？我去养心殿。河中堂久违了。久违，朱师傅这一向可好啊？离开署衙，过了几天闲云野鹤的日子，倒也惬意。那就好生调养。怎么，何大人要离开？啊，皇上一会儿就到。圣上驾到！我怎么没看那姓柳的呀？他不够4品吗？别书上。
身。谢。朕很久没有单独叫大启儿了，是因为天下太平。自古盛世，讲的就是垂拱而治。皇阿玛临朝60年，治理出了一个国泰民安，朕也算是刀天之福啊。太平盛世，往往也有不太平的地方。朕听说近来匪患猖獗，甚至有人混入了京城。和林，是不是有这样的事？回皇上，据臣所查，确有其事。更有甚者，朕听说朝中官员竟然有通匪的，是吗？臣的下属在匪窝里找到了一份名单。是这份通缉令上的人吗？是吗？这些人似在其中。和珅，臣在。你执掌军机多年，这样的所谓通匪名单，你觉得可靠吗？回皇上，多年来邪教作乱，匪坏不止，已是我朝的心腹大患。朝廷屡次派兵围剿，却是剿而不决，灭而复起。而且这些朕都知道，朕只问你名单的事。这份所谓的名单，臣见过。当时臣觉得也有些惊讶，这些人平时没有二臣迹象。如今这些教匪行事狡诈，手段多样，花钱买路，内外勾结。这些人榜上有名，也就是情理之中了，请皇上明察。哦，是这样。有一种行医的人，专门喜欢给没病的人看病，可以不花力气。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所谓好治不病以为功。我看拟出这份名单的，大概也都是这样的人吧。回皇上，何军门的手下都是忠直诚信之人。这没有问到你。也许你们当中有人会觉得，朕临朝日浅，人事生疏，特别是对那些军旅行营事务，对那些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之事，更是所知不多。朕可以告诉你们，谁要是这么想，谁就错了。该动手就动手啊！说那车轱辘话干嘛呀？你老实点行不行？话太多了，咔嚓一刀弄死得了。圣祖爷8岁临朝，13岁杀了鳌拜，16岁平了三藩。朕不敢自比圣祖，但也不是可以任人摆布的萌童。何中堂，臣在。你看这殿上的左右，有这样的人吗？这殿上没有这样的人。是吗？没有就最好。那就先从这些所谓通匪之人说起吧。朕现在已经查明什么了？儿臣给皇阿玛请安。程咬子来了。
臣等恭请太上皇顺安。是你在叫前儿？是。要商议什么事啊？皇上正在垂询一些匪患和军务上的事。商议的怎么样？才刚刚开头。哦，还要商议什么事啊？哦，儿臣今天想说用人的事。这些人你不都在用吗？还要用什么人呢？据悉，朝中有些官员可能通匪，皇上放心不下，正在查询之中。哦，查得怎么样？皇上是怕有冤情在内。匪患纵横各省，大殿之上，一出兵方略，一各省粮草的支应是好事。有几个人喊冤，这样的事，有一个顺天府足以查明。这乾清宫是一大事的地方。皇上是人主，体恤忠良。这些人都是朕一手用出来的，都是忠良嘛。一个家要父慈子孝，一个朝廷要君臣和睦。你们更要用心一些才是，听到了吗？恭临圣训。还有什么事啊？那就散了吧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是散了？这人，哎。军门，琉璃厂有一家铺，刚收上来2件西周古墓的这种重器，要价还不高。是真品吧？不是真品，他也不敢告诉我。中堂有兴致跟我们一起逛逛。金铜鼎上面有上百字的铭文。怎么，还没缓过神来？刚才那是一场闹剧，是真可笑。那不是闹剧。也不可笑，咱们回去吧。我去了一趟舒春园，你一个人去的？别人去我不放心，我见到了那个东西。你见到了？楠木殿，那里真的有一个楠木殿。哥哥，你千万不要去告我爹的状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私用一根楠木，就是见义伟志了。何况我们家有一整座的楠木殿。你快起来，快！你不要害怕，我是不会做伤害你的事的。我阿玛真是
就是太有钱了，难怪我最近经常做一些可怕的梦，梦见我们家都被抄了。你别怕，梦都是反的啊。你怎么想起问楠木的事儿呢？我也是做了一个梦。那你这个梦怎么就是真的呢？人和人是不一样的。你是一个好人，你只要专心读书，这些事情不需要你操心。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保护你的。给师哥哥请安。就你一个人吗？安姑娘出去了。这是大夫给开了一些药，马上去接。行，你先去吧。这。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楠木店，你说的没错，楠木店就在舒春园。何中堂，对，是何中堂的园子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那是我的差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李传威。这是你的真名吗？李传威。你的差事办得很好，下面你要做什么？你现在行动不便，我可以帮你吗？你要把查到的东西送到哪里去？山干处。山干处。围上！闲杂人等都给我出去！哎，这树惹你了呀？什么太上皇，老子快走不动道了。眼看着皇上要动手了，他哆嗦出来，愣把局给搅了。三八了，干嘛？哎，快去看看吧，有人把园子给围上了。谁的人？不知道，把门堵上了，只许进不许出。妈了个巴子的，找上门来了是吧？哎，你去干什么去啊？干什么去啊？知道这什么东西吗？尚方宝剑。哎，杀人不偿命。哎。谁敢进来，我就砍谁！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？那些人在哪儿？哪些人？你跟我还装什么糊涂？皇上让你保护的那些人，这你们都知道？
快告诉我，人在哪儿？都在里头呢。走吧。去哪儿？见太上皇。哎，尚方宝剑还给我。我跟你说呀，青马知道，在我跟你说的。你先走吧。哦，好。怎么了？人家头半晌还好好的呢，这不知怎么着，这忽然间上了痰了。严重吗？可能是在前经宫受了点凉，大夫说是寒邪入侵了腑脏，刚刚给老主子行了几针。能见吗？你呀，先在这候会儿吧啊。十公主，你们到底从哪儿来？老家呀。胡说！阿卫的真名是什么？李传卫。你们不是亲兄妹吗？我们俩从小就都失去了爹娘。李大哥他一直都很照顾我。你听说过张杆处吗？张杆处，那是干什么的？那楠木店的事儿，你知道多少？楠木店，我好像是听阿卫提起过，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这么说，阿卫的事情，你一点都不知道了。十公主，你问我的这些事儿，是不是都是听阿卫说的呀？自从他受伤以后，就经常把听来的事情记成是自己的，可又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那些事情都不是他自己的事？这些年来，我们俩一直生活在乡下，阿卫除了练功，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十公主要是不相信我们的话，我跟阿卫离开就是了。好了，你回去照顾阿卫吧。是。回石哥哥，刚才宫里来人了，说老主子圣宫有些违和啊。什么病？大概是受了些风寒，已经传太医了。能说话吗？广乐园的人都安置好了。是，这就是利六宫的李侍卫。哦，挺能干啊！哎，主子在夸你。夸我？咱们12个人的差事被你一个人办了。你真有办法，居然在和珅的眼皮子底下，让那些人去吃喝嫖赌，你胆子真大呀！提朕赏赏他啊，这。
主子让赏你，你想要什么？哎，我在广乐园藏起来那些人，老主子全都知道。上次我不是给你们看过那份名单吗？你忘了？这上面有一些老主子交代的人名，大家看清楚，记仔细了以后，销毁名单。这些受保护的人，既不能失踪，也不能意外死亡。保护的方法，你们可以变异行事。名单上面就是这些人，当时是要你们分头保护，可咱们到的时候，这些人已经没了人影儿。当初派差事的时候，我还怕你病得不轻，特地免了你那份儿。现在看来是我走了眼，你病了一场，反倒学会了装糊涂的本事。哼，难怪太上皇夸你。说吧，想要点什么？我现在可是代天行赏。你能不能赏我，再跟那老主子说几句话？主子，这李侍卫是什么赏都不要，他就是想再看看您。嘿，真是的，这主子调教出来的人呐，他个个都是有良心的呀。坐下说吧。恩典，恩典呀。你想跟朕说什么？您吃药了吗？朕吃的药比吃的饭多。您多吃点，吃好一点。您让他们给你弄碗炖肉什么的。好，好，加碗炖肉。这让你伺候老主子，麻烦了。这是他们李家的真传呐。当年他爷爷老李卫就是这样，都当了直隶总督了，还像个乡巴佬，一辈子没长进呐。你这套奇灵古怪的办案招数，是你爷爷教你的吧？老主子一听说你把那些人弄进那个什么广乐园，当时就乐了，说了这倒是真像李卫他孙子。是，从小就有人说我像爷爷。一个人干了12个人的活，也怪辛苦的。辛苦倒没什么，就是受气受大发了。太上皇，您知道啊，这些事儿都是何中堂派人干的。这里头有一个叫刘醒身的，那家伙太坏了。要事事都好办，要你们沾杆处干什么？这些事儿您全都知道啊。那您这个圈儿绕太大了。要是你做，你会怎么干呢？哟，那老主子您发句话，咔嚓咔嚓的干净利索脆啊。不行啊，那位何中堂我还得留着。留着？留给我儿子。平常人家都是留继母保田给子孙，朕这么大个家业，治理起来要有资本呐。和珅就是一份大产业，让儿子去收成吧。太医，太医，太医！
今天乾清宫的大喜儿非同寻常，你们看出了什么端倪没有啊？可能也就是为了那几个人，我们会不会逼得他太紧了一些？那几个人是小事儿，一叶知秋。我看得出来，皇上想动手。太上皇还在，他敢吗？太上皇要是死了呢？80多岁的人了，风一吹就倒。爷，哎呦，爷，爷，那天传来消息，说太上皇病了。什么病啊？说是偶感风寒，太医院的人都去了一半了。师格格进宫请安去了。不幸严重啊！